做屎大口嘔 T 冇買嘅中飯，一邊升飯一邊講，千萬記得買1333。佢話氹人夢見坡頭冚你心水河晚要上手，成即刻拎報舊 Nokia 記底唔買咪安心咋嘛。黐音老網友講新傳說，講句燉女夢見落滑跌落落聽問候，大家聽完齊齊拎出紙砌，細細翻查上奇律師，心水唔怕舊最緊要信得過，心水號碼全靠夢同感覺，冇咩科學但中一次都值。老豆話我傻，我話萬字織布等緊我，中咗就帶你返老街發咗。心水號碼，街坊個個有自己撩，阿腸話見彩虹就埋4695，最正嗰詞阿分身腳痛中咗政治，佢話呢啲叫腳骨通靈術。車房阿明話尋晚開工見老樹，即刻查老歲年米189做心碎，吸 PM 聽到全場即刻靜晒，過後一陣掃動，原來後面 Auntie 講夢中神仙早已 confirm。家婆休講心水號碼唔淨係靠夢，仲要睇感覺、心情、天氣同風向。我聽完到點頭情時，街坊自有街坊智慧。你話我迷信，我話呢就係文化遺產。心水號碼信者得永生，街邊都講信仰，等巴士都喺度測個能運數之命，有賣就有希望，冇買真係撞牆，萬字直補就係馬來西亞人嘅全西補倉。心水號碼唔中都叫全中，長龍入面挨號碼，好似派隊攞名人總決，笑中有淚，書中有定，賣完又賣，心中永遠等緊下一個傳說。夢見雨傘就唔好出門，夢見差爛就買4477，電單車打唔着引擎，即刻買5001。信則有，唔信就望住人中爪流晒口水啫。心水號碼咪當真理，起碼每日都有啲期望可以試。心水號碼街坊口中滿是傳說，有人信感覺，有人睇天意，有人靠手機 A 班數字。無論係乜嘢法，將之寫住3366，今晚落場睇下命運聽邊個講。